各位，快点来，先上岗我就上了。可，赶紧上去。工作人员。那叫做一年空妹妹呀。还不出来，这种把工作人员把这个警戒线拉起来才能拍照嘞，真的。要不然说我们拍啊，就是太乱了。来，工作人员没警戒线走，那没走警戒线，没那个走警戒线，现在没得人用了拍，啊，你拍人家是怎么用的？走警戒线。好弟呀，那叫太多，一会儿给我好太呀，叫我搞了3号呢，那你这边去保证么用了呀？给我一会儿我好差点。呀，一会儿给我好呢，一会儿给我好太家，那手脚拧，那这里太简单了，给我好太呀。那多少几天一会儿给我好太，好炸了呢，没好的没好吗？一会儿没好。我列到的。那就这么弄了。好不好？我不敲个蛋，那就这么弄了。看到。一会儿给我你们下课往那边吃一点。我在那呀，他在老地里面咱们去整车家啊，没有多我好弄了，我在这里包呀。那个么山到了。哦，看到了。看到了。咱那叫工作人员可以来前面哦。工作人员。来你干。哥哥问遗嘱，还有我们这个农博呢？那个么呀？问遗嘱。农博呢问遗嘱过来，我们合影。还有这里面以及工作人员跟这个其他各个乡的这个各个村的这个问一个。还有这个辣椒湾呢，牛棚呢，还有个大石板啊，问遗嘱。动作快点啊！问遗嘱，还有这个大石板、牛棚、辣椒湾。还有那个小合影呢，赶紧进来，但是只能来炸鸡，不能来。